偉基情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佢成日形容自己就好似喺星系之中嘅其中一個隕石。呢啲隕石通常我哋形容佢就好似我哋天上面見到個星星一樣。星星點解會光亮呢？就因為佢哋互相碰撞或者有所反應嘅時候，呢啲光芒就會走出嚟啦。你話你自己係一顆黯淡無光嘅星星，永遠呢坐落喺天際嘅某一個角落頭，冇人發現。有時會坐喺銀色嘅海洋上高，希望海洋嘅光反射到佢度，令到佢俾人見到。但係永遠寂靜而且感受到寂寞嘅佢，就好似只係坐喺度，聽到另一啲嘅聲系不斷咁有回響，呢一啲回響就等於星同星之間嘅摩擦，然後擦出嘅就係愛情嘅火花啦。你話你好努力咁樣，希望自己呢一個星球可以喺呢個漆黑嘅天際裏邊突然間亮起。我有時會形容你唔單止係一嚿隱藏咗自己，甚至乎見唔到嘅星系。我有時會將你形容成為好似月亮咁樣。地球上面只係得一個月亮，其實佢係冇生命噶，俾一啲小行星撞到佢傷痕累累。但係喺我哋地球上面嘅人，每次望上去月亮嘅時候咧，佢就係象徵住浪漫皎潔。就好似我呢個朋友咁，我同佢講，喺呢個地球上面，其實只係得一個你嘅啫。你有你嘅生命，而你有你嘅色彩。有時你好似喺生活裏邊有百般嘅折磨，但係喺呢折磨裏邊，永遠又有一個新嘅開始。你會有一個新嘅形象。無論你點樣生存落去都好，你都象徵住存在呢兩個字。有時候你亦都會形容自己，如果係月亮嘅話，到底幾時先至可以喺地球上面有人見到佢呢？曾經聽過一句嘅說話，係一個英文字，叫做 Dark Side of the Moon。我哋見到皎潔嘅月亮相當之靚，但係其實只不過係太陽嘅光將佢反射到，令到我哋見到皎潔明亮。到底有冇人見過月亮嘅另外一邊呢？好多時候好有興趣對於呢一啲星際啊，甚至乎太空學嘅你呢，你話其實真係冇人去過月亮嘅另外一邊，有影過相，但係模糊不清。到底月亮嘅另外一邊係點嘅咧？我即時亦都問咗你，到底喺你隱藏嘅世界裏邊，有冇願意拎出嚟俾大家望一望，了解一下？好可能嗰刻你就揾到你嘅太陽，揾到欣賞你嘅人。